前城區最新嘅綠色公寓，總價16.8萬咋，6米層高嘅，而且係有陽台，旁邊就係王府井，同埋礦產，揸車10分鐘可以翻到祖廟睇樓。呢一次真係抵過租屋啦，16.8萬咋，你冇聽錯，就可以直接入住呢一間嘢啊！可以睇下整體嘅格局，都係非常之舒適噶啦，而且係有陽台嘅。公寓有陽台嘅咧，非常少見噶啦，大家知道噶啦。佢嘅層高咧係6米嘅，我1.7米嘅人都唔會覺得壓抑噶啦，做2層喎。而且咧，佢係唔會門對門嘅，有個天井俾到你。呢個戶型咧就係做咗平鋪嘅2房啊，小情侶2個人住啱啱好噶啦。呢個位置行路翻礦產嘅話都係7-8分鐘，王府井10分鐘，揸部電雞仔8分鐘可以翻到祖廟。南北對流嘅2樓啊，2個房都有窗，非常少見噶啦呢啲戶型，都係有陽台。如果你對呢個戶型有興趣，快過嚟揾我。